是看到鬼了啦！佳佳，你要去对啦？我要去挽回我的男人。曹生，什么事啊？甲恁爸借迄30万，摕去送互迄诈骗集团。讲话敢袂使卖遮刻薄。我予伊30万的时阵，我根本就无想要甲摕倒转来。我是来应征助理工作的洪玉轩，我用餐至少要1个半钟头。我的菜。洪玉轩，哦，哎，我公司没找助理，你是找仙女呢？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做，就要被人家急。我的指甲，咱静文啊吼是模范父亲的好山林呢。那咱要不要去睇模范母亲啊？对，呸！有模范母亲呢，真侪拢死人的呢。钢笔写出来的字好好看哦。哎，借我写一下，借我写一下。好啦。陈嘉玲，是安那狐狸精的钢笔在你遐？